主上帝，和散那我个主耶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主上帝永远伫我的身边，伊引带我的脚步向前行，伊看我扶持软弱的双手，我跋倒伊来扶起我。好山啊，我的主上帝，好山啊，我个主耶稣。好山啊，好山啊，好山啊！主上帝永远伫我的身边，伊引带我的脚步向前行，伊用我扶持软弱的双手，我跋倒伊来扶起我。好山啊，我的主上帝，好山啊，我个主耶稣，好山啊，好山啊，好山啊，是好顶主必定通主上帝，你的听永无改变到永远。是何等尊贵耶稣的听答，我命得到主拯救。好山啊，我的主上帝，好山啊，我个主耶稣。好山啊，好山啊，好山啊！主上帝永远伫我的身边，伊引带我的脚步向前行，伊看我扶持软弱的双手，我跋倒伊来扶起我。好山啊，我的主上帝，好山啊，我个主耶稣。好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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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主上帝，好山啊，我个主耶稣。好山啊，好山啊，好山，好山啊！好山啊，我的主上帝，好山啊，我个主耶稣。好山啊，好山啊，好山啊！好山啊，讲主上帝，你来救赎我。所以咱这个时阵要伫主的面前来祈祷，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实使咱伫上帝听的内面得到照顾。直到如今，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让咱的家庭来得到上帝完全的救赎。不但是干那咱身体受救赎，更加是整个家庭灵魂拢得到救赎。咱亲像这个诗歌所讲：好山啊，是耶和华上帝，阮呼求你的拯救。好山啊，上帝，你已经救赎阮。当者开声来祈祷，来学了，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山啊，好山啊！主阮的上帝，你的名堪得受一切恶乐，阮需要受救赎。主上帝是你才会当救赎阮，所以阮在你的面前来祈祷，主你赦免我的罪过，医治我一切的疾病，无论是我的身体，无论是我灵魂的，主来帮助我，引带我进入你的丰盛，进入你的同在，在你三甲祝福互阮的日子，主你帮助我，帮助阮的家庭，特别你祝福。互每一位伫家庭内底做头的主啊，无论是属灵的大囝，无论是肉身的丈夫，无论是肉身的大囝，主你亲自来救赎，并且救赎到完全，用你的气力加添伫阮的身上。主啊，是何山啊，你的名会当伫迄个所在，照你的应允所讲，阮若呼求你的名，阮就要得到救。你救赎阮，你赐恩伫阮，阮感谢阿罗你。因为你的主爱永远伫地，主，阮所以要感谢你，阮要伫这个所在讲是
做你来救赎阮的家庭，救赎阮的城市，救赎阮的国家。伫你的名内底，因着你圣灵的催逼、感动、引带甲阻止，祝福你家己的旨意成就伫阮当中。感谢你，将一切颂赞、阿乐拢归乎你，靠主耶稣圣名。是何等慈悲听从主上帝，伊的听永无改变到永远。是何等尊贵耶稣的听从，我活命凭着主拯救。好善啊，我阿乐主上帝。好善啊，我高举主耶稣。好善啊，好善啊，好善啊！主上帝永远伫我的身边，伊引带我的脚步向前行，伊牵我扶持软弱的双手。我跋倒伊来扶起我，好善啊，我阿乐主上帝，好善啊，我高举主耶稣，好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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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乐主上帝。好善啊，我高举主耶稣。好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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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乐主上帝。好善啊，我高举主耶稣。好善啊，好善啊，好善啊！咱拍拍将阳光归予咱的主，咱的上帝，哈利路亚，阿门。亲爱的兄弟，请坐。忧伤痛悔的心，上帝的确无轻看。囡仔有时会做歹，有时会绊倒，会软弱，总是上帝应允，咱也会记得。掠条伊的救恩，牵条伊的疼痛，忧伤痛悔的心，上帝的确看重。我的心忧伤痛悔，又怎搁定定？坐坐困饱重担，我袂堪得你的听。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我的心忧伤痛悔，又怎搁惊惊？坐坐困饱重担，我袂堪得你的听。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心也活，艰苦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无论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做你的听。我的心忧伤痛悔，又怎搁惊惊？坐坐困饱重担，我袂堪得你的听。
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会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死也活，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会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会听，亲像老母听囝儿。我心仰望你，你用成就扶持，一生一世袂分离。我虽然有做歹囝，你有惜命命，予我听见生命之声，永远对你行。主你会听。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死也活，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会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会听。亲像老母听囝儿，我心仰望你，你用成就扶持，一生一世袂分离。我虽然有做歹囝，你有惜命命，予我听见生命之声。永远对你行，主你会听，摇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死也活，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会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会听。咱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笑念上帝对咱的听。亲像诗歌安尼讲，亲像老母听囝儿。我的心仰望你，虽然我捌做歹囝，但是你犹原惜命命。你用你的圣手扶持我，一生一世袂分离。又搁听见圣灵的声对我讲：来，军队主耶稣，互阮一生的年日伫主你的面前得看顾、得恩宠、得荣光。得胜利，主你来帮助阮，来引带阮。咱三甲起立来吟唱这首的诗歌。我的心有相同会，有错个行。
目放洒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全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全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亲像老母听囝儿。我心仰望你，你用心照扶持，一生一世袂分离。我虽软弱做歹囝，你有惜命命，予我听见生灵之声，永远对你行。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晚，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亲自疼惜阮。伫阮也做歹囝的时阵，你就找见耶稣基督，为阮的罪替阮受刑罚，钉死伫十字架顶。虽然阮受救赎，阮犹原软弱，阮还阁跋倒，你阁再一届用你永远的疼，用你受钉伫十字架的手。牵阮，搁再一届爬起来，就是到有一日，阮骄傲，阮自高，迄时你为阮流目屎，你伫门骹口听候阮，反悔心，听候阮背逆的骹步。会当搁再行倒转来，爬上帝你的厝。天父，阮向你恳求，恳求加添圣灵的开力伫阮的内面，互阮会通真正进入伫你活命的圣洁内底，甲你相同行，互阮有能力、有意愿。有决志，有圣灵同在的开力，将阮一生奉献予你。主求你感恩，阮虔诚奉献，我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
虔诚奉献，我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你，享受你慈爱，永远。咱请兄弟来唱。主求你感动，愿虔诚奉献，我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请姊妹来唱，主求你感动，我虔诚奉献，我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这声来，主求你感动，愿虔诚奉献，愿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动，我虔诚奉献，我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动，我虔诚奉献，我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你，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愿求你接纳阮所奉献一切的吟诗，对心内底向你的悔改甲奉献。愿你伫阮当中得到应该得的荣光，照你的应允所讲，赦免阮拢总的罪过。无论是阮的白贼，无论是阮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心中的骄傲，对着人的无好口恨，对着物质的贪心妒强，上帝愿你承认一切的过犯，或者是藏伫阮内面隐而未现的罪恶，也求主赦免，并且恳求为阮做清气的心，互阮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借着基督宝血的洗净，圣灵溃烂的同在，互阮读上帝你的话，互阮将你的话当作阮灵魂的美娘食落去，互阮灵魂勇行，互阮甲主你同齐做伙，甲你同心同行。愿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同心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
伫本州彼立岛任内受苦。顶12届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话后上天，打坐伫全能的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三通，罪得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同心来启用启用文第20篇，我来启请兄弟来用。好的部分，咱同心上读。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来敲找你。我伫圣所中，捌安尼瞻仰你。因你的慈爱比活命较好。我也活地的时阵，要安尼称颂你。我伫床顶纪念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用欢乐的嘴唇学乐你。因为你捌帮助我，我的心紧紧跟对你，你的正手扶持我。以上，咱将一切的学乐归于咱的上帝，啊，愿上帝亲自赐恩听伊话语的人。好，咱下面的时间要将时间来交孟春传道，今日要甲咱三个做来分享信息。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今年的这个时阵，咱阁会当有儿童主日的时间，嘛，互我会当阁徛伫遮，甲大家来分享。咱做伙先来看到周报第4页第4面，咱先来念读今仔日的经节。伫路加福音第18章15节到17节，咱先做伙来读，请。有人抱着家己的婴儿来见耶稣。爱伊蒙因，门徒看见就责备遐个人。耶稣叫因来，讲：，互囡仔到我遮里来，毋通禁止因，因为伫上帝国的才是安尼的人。我实在甲恁讲，囡若要成就上帝国的，若无像囡仔，就会当入去。爱教养孩童，互伊行着行的道。就是到老拢无偏离，咱着爱谨守谨慎，因为恁的仇敌魔鬼亲像吼叫的狮，遍地游行，超找通吞食的人。咱先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互阮会当将这段时间特别分别出来，专心来敲找你的面。愿你的信心嘛亲自来对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来讲话，互咱会当搁较，互阮会当搁较侪来明白你，来顺探你，来跟对你。嘛求你借着讲道来对阮的心讲话。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伫顶礼拜的时阵，咱教会有一寡青年人，阁有兄弟姊妹，阮做伙去台南信教会参加一个叫比尔威尔森牧师伊的特会。敢有看到迄个牧师伫倒？伫后壁吼，你看伊的头毛拢是白苍苍啊吼，伊已经是一个75岁的牧师啊，是一个75岁的人啊。但是伊今仔日，伊虽然已经75岁，但是伊犹原伫世界各地咧
服侍，并且伊有甲阮分享讲，伊要服侍到啥物时阵呢？伊要服侍到伊见主面的时阵。伊是一个创办一个叫做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的创办人。伊直到今仔日咧，每礼拜拢有全世界加起来，伊家己算的，全世界加起来差不多有30几万的囡仔咧参加伫即个机构因所侍奉的主日学内面。特别咧，伊所侍奉的家庭甲囡仔，因的生活通常拢是伫贫民区拢是伫遮足善食的所在。因的家庭是真正真破碎的家庭，甚至伊阁会去到伫咧战争的国家，像即马阁咧战争的是乌克兰伊阁会去迄个所在，去到遐去安慰、去关怀遐个家庭。咱会想讲，伊即个已经头毛白苍苍的老大人，伊是安怎到即马伊阁会安尼做咧？就是因为伫伊12岁的时阵，伊是一个青少年的时阵，伊的妈妈啉酒，啉啊足严重的。有一天，伊就甲伊带到街仔路顶悬，伊叫伊伫遮等，伊就伫遮，伊妈妈就讲，互你伫遮等，伊就行就对啊，伊就走啊。伊伫遐一直等3天的时间。但是即3天，伊妈妈拢无搁再转来啊。对，直到有一个人，逐工拢经过遐个所在，伊住伫街仔路尾的一个人，伊注意到即个囡仔讲，伊3天拢坐伫同一个所在，即个囡仔开拢一直坐伫遐，拢穿同款的衫，伊就来甲伊关心，甲物件摕来互伊食，并且呢，搁较重要的是。邀请伊参加着因教会营会，毋那干那邀请伊尔，伊阁帮伊付了即个营会的费用。所以，即个比尔牧师呢，伊就是伫营会当中，伊认捌了耶稣，嘛因为伊认捌耶稣，伊的活命无共款啊。伊的妈妈后来拢无过来找伊啊。最后，伊成做一个帮赞，即个世界有真侪囡仔伊是受放弃。无人要去关心的囡仔，会帮助因，伊尽伊的全力来帮助因。搁较重要的，就是伊互遮个囡仔，伊带遮个囡仔来认捌上帝，互遮个囡仔会当用新的活命来面对伊生活中的挑战。所以伊的故事阁有足侪，但是今仔日重点毋是伫遮，有兴趣的人会当家己去网络上，伊嘛有足侪伊的故事。所以咱听到伊的故事了后，咱看到伊边仔即个倒边正边就是即个牧师，倒边即个人伊叫做大卫鲁德尼，即个人就是迄个帮赞牧师的人，伊就是甲伊付钱去参加营会的人，伊就是迄个引带伊行往长行的道真重要的角色，嘛是伊。甲比尔牧师带到耶稣面前的来，伊是安尼的人。相信我头讲伊伫街仔路等3天对无？相信伊伫即3天当中咧，无可能干啊，即个叫做大卫的人看到比尔牧师尔，一定有足侪人伫遐行来行去。但是干啊，即个大卫伊愿意去回应，伊愿意去付出伊的行动，去甲关心。我搁较相信的是，即个大卫伊毋仅是甲囡仔甲伊带到上帝面前来的即个人，我相信即个大卫伊搁较是一个伊嘛家己来到上帝面前来的人。所以咱看到伫圣经当中即段话，咱头仔嘛有读过啊。即段经节是咱真实的经节，咱嘛知影即个道理。其实我旧年嘛是讲即节，但是咧有一个真正爱咱搁较侪去思考的代志，就是咱敢有甲囡仔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咧？有可能咱会讲有啊，我有带囡仔来读主日学啊，
我互囡仔来参加教会的营会啊，甚至有诶家庭有诶父母，你会甲伫厝里，你会甲囡仔做伙读圣经，而且你可能会背圣经，而且你毋若听诗歌尔，你会去带伊去，带伊做伙敬拜、唱诗歌，会当你阁会逐工拢甲伊做伙祈祷，这拢是咱爱做的，嘛是真正真好的方法。但是，阁爱咱去思考的是，咱安尼做，到真正甲囡仔带到上帝面前来咧。咱的囡仔，伊透过这个行动，因真正去经历着，因真正去相信的是啥物物件。吼，比如讲，咱头讲着，逐工拢为着咱的囡仔来祈祷嘛。咱着爱想看觅，咱平常时拢为咱的囡仔祈祷啥物物件？吼，好，才有足侪，我无要一点一点。咱来看觅即内面，互我举一寡咱可能会为囡仔祈祷的内容。应该咱为咱的囡仔祈祷拢差不多，可能拢有一定会祈祷着遮个物件。伫遮侪项祈祷的代志内面，咱安怎为囡仔祈祷？较重要是咱会当看到，咱真正在意的是啥物？咱是较注重伊一定爱听话啊，成绩好，还是钱较济啊，还是咱会当为着伊咱有为着伊祈祷，伊是一个良心人，伊是一个敬畏上帝人吗？咱安怎为着囡仔祈祷，嘛代表着咱想要甲囡仔带到倒位去。所以今仔日，咱拢知影今仔日是母亲节嘛。伫即个日子咧，咱真正知影，每一个做爸爸妈妈的，特别是做妈妈的，咱拢真正足辛苦的，因为要带一个囡仔大汉，是爱付出真侪代价、时间，阁有金钱。我嘛相信大家甲囡仔养育到大汉，是真侪父母伊活命当中上大的目标甲动力。所以今仔日的分享当中，咱嘛毋茫会当搁较侪去思考，咱会当安怎甲囡仔带到上帝面前来，互咱咧做的，毋是咧做白工。所以咱我读的另外一段经文，伫遐讲着，耶稣甲咱讲，咱的囡仔爱成就的是啥物的国？是上帝的国，对无？是上帝的国，毋是咱的国。因为咱真正疼咱的囡仔，咱嘛真正是会定定拢为咱的囡仔安排这安排迄，想足济，为着伊足济的安排。但是咱爱想看觅，咱遮的安排是甲囡仔带去上帝遐，还是伫世界遐咧？咱爱安怎做，才会甲囡仔带到上帝面前来咧？即段经文讲着爱教养咱的囡仔，互伊行长行的道。好，即个长行的道，吼，这已经伫圣经内面甲咱讲，就是咱爱甲伊带到长行的道，伊才袂偏离，对无？但是即个偏离，毋是讲圣经安尼讲我一定100%即个人就一定袂偏离，因为上帝互咱有自由意志，所以有一寡人嘛是最后，虽然咱甲伊教导了，但是最后伊可能嘛是行偏离即条路，所以上帝搁较吩咐咱爱好好甲因教，互因会当行伫上帝的道，并且搁较有一点重要，就是咱家己即个人，咱敢有行伫上帝的道顶悬，咱的活命敢有行伫上帝的道顶悬，这会影响着咱的囡仔，伊敢有行伫上帝的道顶悬。上帝爱借着阮的活命，咱的活命来亲像一个模范，一个态度是活伫咱的囡仔的面头前的，互因会当对咱大人的成就看到耶稣的样式，看到一个行伫上帝道的人，伊活出来的活命是安怎的。所以
咱平常时的活命是安怎的呢？就像咱遮可能举一寡咧，就是咱的家庭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也是咱对待咱厝邻人的态度，私底下甲人相处的态度，也是咱对上帝的态度。这个物件，你是可能伫外口无一定看会到，但是你的囡仔敢会看会到？你的囡仔会伫厝里看到你平常时是一个安怎的人，所以囡仔会当对着咱的活命来拄着福音的大能，来拄着耶稣基督。所以咱会当带着带囡仔做伙祈祷，就亲像进前牧师甲团队一直有甲咱分享的，咱的祈祷毋仅是祈祷问题。头仔迄一页，即侪物件，才会有写咱是为着问题来祈祷，但是上帝搁较济是爱咱来祈祷，来敲找伊的心意、伊的同在，伫咱的厝内面会当显明出来。这就是咱常常咧讲的家庭这段，家庭这段。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拢知影，囡仔伊的主是天父上帝。当然，咱是甲伊养饲大汉的，但是真正伊的主是天父上帝。毋仅是伊的主是天父上帝，是咱的家庭，咱规个家庭的主权，拢是伫天父上帝的顶悬，伫伊的身上。咱的主是咱的天父上帝，所以咱若透过建立家庭的这段，咱会当是重要的，就是透过迄个这段，甲咱的家庭带到上帝面头前，奉献互上帝。因为咱知影，这段是一个安那，是一个献上祭物、献互上帝的所在。所以上帝会透过一个这段当中，伊的同在、伊的工作，要充满伫咱的家庭当中。搁较重要，伊要带来家庭的关系的恢复甲更新。所以常常伫家庭这段内面，咱会当搁较侪去彼此来对话，去聆听、去听、去理解。家庭这段时间，毋是互咱去控告彼此的时间，乃是一个彼此认罪、和好，并且是互信心伫咱的当中成做一个连结。所以，咱爱甲家庭的挑战带到咱的这段面头前，互囡仔做伙经历迄个，就算讲咱的活命经历一寡风影，但是即个上帝伊犹原看顾阮，互咱知影要安怎面对挑战，互阮伫挑战当中安怎去倚靠伊，互上帝伫咱的厝里会当，咱会当做伙去经历安怎去疗舍人、疗舍彼此，吼，定定咱咧疗舍的，可能无一定是外口的人。定定咱咧疗舍是咱厝内面的人，所以伫家庭这段内面，咱做伙来听候上帝来动工的时阵，就亲像伫顶个月，咱有办即个南部教区的儿童的课程当中，迄个咱邀请的讲员周玉顺牧师，伊有特别提醒阮讲，伫家庭这段当中呢，咱一定爱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迄个安全毋是生命安全，迄个安全是咱心的安全。就是我讲出来的话，我今仔甲我的想法，甲我对家庭的期待，甲我的想法讲出来的时阵呢，我讲的遮个话，毋是互你扇嘴皮，我讲的遮个话是会当互你会当接掉的，是会当有正面的回应的。所以，就亲像我甲少的传道，阮嘛。逐礼拜嘛有阮家己的家庭这段吼，定定咧伫即个家庭这段内面，我就会，因为我知影阮拢有即个时间嘛，所以有一寡话，我就可能会等到迄个时阵才甲伊讲吼。因为我知影若是有啥要甲伊讲话，就是因为可能感觉无爽快啊，是有啥物话想要甲伊讲。有啥若是伫无爽快迄阵，直接讲的时阵呢，有可能咱的口气，有可能咱的态度会无好，所以有可能就会冤家起来。所以我知影有即个时间，我就开始思考，我要安怎甲伊讲？
我安怎讲会较好势，安怎讲会当互伊会当听入去，互我会当听入去。所以，我感觉即个家庭这段的时间，当咱互上帝来掌管，当咱知影咱真正伫即个时间是要好好的，即个时间咱是要彼此认罪，嘛知影当即个时间我甲我的话讲出来的时阵，迄个对方袂因为安尼就甲我指责，讲啊你安尼毋对啦，安那，而且是互即个时间有搁较侪上帝伊的工作伊的工课伫遮个时间会当搁较侪来显明，会较互咱甲厝里的人搁有较侪对谈。所以伫家庭这段当中，咱是会当带着囡仔做伙去经历着福音的大能。当然，可能大一堂遮兄弟姊妹的囡仔拢已经真大汉了，但是咱会当甲咱厝里的人，咱有即个时间，咱做伙敬拜，咱做伙来谈论上帝伫咱厝里来安怎的动工。所以是规家伙啊，规口罩，咱就会当伊做伙来经历活命的提升甲转化，互咱会当我转到上帝迄个当行的道顶悬。所以咱看到遮有2条线对无？即2条线你有感觉伊感觉有一点点仔无贴做伙？伊虽然有贴做伙，但是伊无完全贴做伙对无？一条线呢，代表着上帝的道；一条线代表是伫咱每一个人。若是咱每一个人一开始行的角度呢，甲上帝的差一点点仔，差一点点仔。一开始咱会感觉讲啊，无要紧啊，这敢若差一点点仔尔，以后咱还来改就好，反正差一点点仔尔。所以咱就一直感觉啊，不要紧啦，改较讲啦，改较改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当咱一直甲时间又长又远，咱会发现着，即个距离愈来愈远，有无？你有看着伊的距离愈来愈远？吼，你看本地有无？咱安尼看，一直愈来愈宽，愈来愈宽，愈来愈宽，愈来愈宽。好，所以有时阵，吼咱一直行愈来愈宽，愈来愈无共款的方向的时阵，咱会感觉啊，不要紧啦，后摆遐来讲就好。但是会发现，对，伊愈来愈宽。其实咱知影，即马做爸母的拢足骨力的，吼，拢会伫网络顶悬，看足侪文章。若厝里有孙仔的，你会感觉即马少年咧，咧带囡仔的方式已经甲咱甲恁以前拢无共款，甲咱以前拢无共款。所以即摆的家长拢会伫网络顶看足侪文章啊，而且因会有家长的支持的团体，吼，可能倒位有真好的课程，就会去报名。而且可能伫囡仔搁伫巴肚内的时阵，吼，伫巴肚内时阵，恁敢知影即摆去幼稚园拢爱安那，拢爱抽考啊，对无？恁敢知影？有诶，我有听过朋友伊去，只要伊摕着妈妈手册，伊就爱开始去排队排幼稚园会当入去。所以咱咧面对囡仔的教育实在拢真骨力，真意爱，真想要甲咱的囡仔带到上好的所在。但另外一方面，可能教会来到教会的无一定是安尼，因为教会才会名额满，教会才有名额满的问题，无对无？教会袂额满，有一句话讲啥物？限量是残酷的，有无？通常拢是因为干那几个名额尔，所以咱就一定爱去抢啊。但是教会的名额袂满起来，对不对？所以教会，我讲故意讲，教会不怕名额满，就怕你不来吼。咱教会拢真毋忙，足侪人会当来到咱当中，所以教会就是一直伫遐咧等大家来。所以因为咱知啊，教会
是一个真温暖的所在，教会是伊伫遮咧等咱转来厝里的所在，所以咱就讲安尼无要紧，较无着急啦，因为伊伫遐咧等我。也是咱讲囡仔后盖大汉啊，则个讲不要紧。所以有时咱有无细哩，咱的囡仔也是讲咱家己的活命，可能会用着不要紧以后搁较讲，以后搁较讲会愈来愈偏离上帝，互咱的道路。所以伫经文即则经文特别讲着，仇敌甲魔鬼，伊敢有咧等咱？伊无咧等咱，伊毋是讲等到咱囡仔大汉的时阵，咱才去甲伊掠来好并无。咱的仇敌是逐时刻，伊拢一直咧敲找通吞食的人，所以特别是伫咱的囡仔搁较细汉的时阵，你感觉咱的囡仔伫1、2岁的时阵，伊敢会拄着生命中的软弱甲挑战？你感觉其实是会哦，对，伫足细汉的囡仔，伊虽然可能伊的言语，伊也毋知影要安怎去表达去讲，但是伊永远会面对着挑战。恁敢有看过囡仔足细汉就会讲白贼话，会对无？所以你着知影，伊已经知影啥物，伊开始咧分辨啥物是对，啥物是毋对。伊开始知影，我安尼做可能爸爸妈妈袂甲我拍，袂甲我修理，所以我无我安尼做好所以咱看到囡仔对足细汉，咱根本就无甲伊教讲白贼话即件代志，但是伊就已经知影爱安怎讲白贼话。所以你看到仇敌伊用咱看袂到的时阵，伊一直咧要甲咱的囡仔摕去，所以伊知影对囡仔要细汉的时阵来下手是上紧的。伊甚至会想要透过足侪方式来甲咱上一代长辈，也是下一代的人，互咱的沟通鸿沟是愈来愈深，互咱愈来愈毋知影彼此是咧想啥。彼此是咧做啥物？我相信即马大家应该会发现，即马的世代甲以前的世代无共款有足侪物件即马啥物物件拢爱用手机有无？你看咱的停车拢一定爱家己试所以有足侪物件一直咧改，一直咧改。当咱一直咧长大，一直咧大汉。囡仔嘛一直咧大汉，即个世代一直咧改变的时阵，有真侪物件咱开始毋捌、无理解。仇敌想要做的，就是互咱愈来愈无了解彼此，并且有时迄个无理解咧，你是感觉煞煞去我无想要知影。伊上爱安尼，就是我无想要知影。但是因为我无想要知影，迄个距离就愈来愈远，愈来愈远。伊要带来的是关系的伤害甲毁坏，所以有一天，咱的囡仔伊嘛会离开咱的身边，可能去到外地读册可能伊建立家己的家庭，可能伊出外打拼，甚至有诶可能会去到国外，离开咱的身躯边。所以咱真正会当留互囡仔的是啥物？有啥物物件是会当互伊带走、带走的？咱可能就会当伊离开咱的身躯边的时阵，咱就会开始操烦着伊敢会伊衫敢有穿好烧伊敢有食饱这一定拢会烦恼。有可能咱会烦恼着伊的人际关系是安那？是差不多是应该讲，若是读大学的。咱可能就会去烦恼着讲伊敢会偷交男女朋友伊敢会出车祸伊敢会有歹朋友咱会有安尼真侪烦恼，这烦恼拢是一定的。但是若是当咱啥拢会烦恼，就是因为咱无理解着咱的囡仔，可能咱毋知影当伊拄着即个
问题拄着即个挑战的时阵，伊会做啥物款的选择。所以，若是咱真正甲即个囡仔带到上帝面前，咱知影即个囡仔伊是认捌上帝。咱知影伊可能伫进前，伊若拄着一寡挑战的时阵，伊是安怎做决定的？咱有过去伫家庭制度当中有甲伊做伙安尼谈论着，咱知影伊的想法是啥物的时阵，当咱理解伊的时阵，当咱知影伊若是一个信靠、倚靠上帝的人，咱就会搁较放心、明白上帝伊会带伊做上正确、上合乎上帝的决定，所以伊会互上帝接着，伊会互上帝保守着。即使伊今仔日无伫咱的身躯边，但是咱知影，伊一定是行伫即条路顶悬。所以家庭这段是真正重要的时间，因为即个时间会当互咱甲囡仔有搁较济的对话，咱知影伊咧想啥物，咱知影伊是安怎来做决定的。所以讲了遮济，其实毋是干若是对咱做父母的来讲，这搁较是对着每一个基督徒来讲的。因为上帝互咱当时拢伫即个世代当中，咱毋是干若甲咱共年岁的人做伙嘛，咱一定嘛是会拄着真济细汉囡仔，所以咱嘛爱做伙时，就是来关怀遮个囡仔，是咱逐个人做伙一同来做的代志。所以咱看到一开始我讲的迄个故事，即个来关心比尔牧师的人，因为伊在意伊，并且伊为伊付出即个养花的费用，所以比尔牧师伊常常伫伊的讲道、伊的分享的当中，伊拢安那形容即个人咧。伊拢讲伊就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伊一直拢讲伊就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因为伊的身份，伊毋是一个牧师，伊毋是一个传道，伊嘛毋是一个宣教师，伊嘛毋是去做弱势家庭的服侍的人，伊嘛毋是教会囡仔分配你去迄个街仔路去分福音单张啊，嘛毋是像咱有社区特别去关怀的遮个人，伊毋是遮个身份，伊敢若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伊只是一个住伫附近的人，逐工对迄个街仔路安尼行来行去、行来行去的一个平凡的基督徒人。但是，即个平凡的基督徒，伊做的代志，伊真正关心即个甲伊无熟悉、无看过的囡仔，伊去帮助伊，伊去摕物件互伊食，伊邀请伊去养花，伊帮伊付即个钱。所以对安尼，今仔日有几十万的囡仔伫全世界得到祝福。所以伊无因为着即个牧师伊迄阵可能逐工拢穿共款的衫，看起来垃圾啊，可能伊佫形容讲伊的裤是破去的。伊无因为伊安尼，伊就无帮助伊。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毋是传道，咱毋是牧者，咱拢是像即个大卫一样，伊是一个平凡的基督徒。吼，其实迄阵我佫加讲一下，迄阵伊要甲伊帮赞的时阵，即个大卫伊其实是要去病院。因为伊的囝伫病院破病足严重，所以伊其实迄阵伊是要去因病院看因囝的一个路程，伊是伫安尼情况当中，伊家己嘛真正有需要，但是伊嘛是选择，毋仅是去照顾着家己的囡仔，伊嘛选择照顾着别人的囡仔，所以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会当真做即个甲囡仔带到耶稣面头前来的迄个人。好，佮讲一个故事。好，这就是一个伫澳洲，澳洲澳洲的一个海边。吼，伫即个海边呢，伊每一冬拢有一个时间，拢有
规千只的海青，互冲到海沙堡顶悬，被冲到沙滩上面。所以通常若是伫暗时的时阵，海中的时阵，就会有一个大影啊，甲因安尼冲起来，甲因冲到一个水无阁流的所在。所以当海星若伫即个海沙堡地所在会安那？当日头出来的时阵，就一直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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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伊就会打死，对无？就会互伊晒死。所以有一个下早时的时阵，有一个观光客，伊就去到即个海边安尼咧运动就对啊。伊就看到伫即个海边，较有一个细汉囡仔，一个小男孩，伊开始咧捡遮个海星，安尼一粒一粒，安尼捡。我头讲。这是有几千只哦，有几千只海星拢伫海沙堡地顶悬，所以即个囡仔呢，伊就一只捡，捡，啊捡就甲伊放到迄个海影内面，就安尼一只。捡。即个咧运动的人就去甲即个囡仔讲：我知影你咧做啥，但是我嘛知影你为虾米安尼做。但是啊，遮有几千只的海星，啊，即个。海边阁遮尔啊长，遮尔啊宽，你真正认为讲你所做的代志会带来改变吗？即个囡仔讲，我毋知影，但是我想对我即马手体即只来讲，就会有改变。所以伊阁捡另外一只，继续甲伊放落去大海内面。这个故事特别要甲咱讲的，就是上帝伊咧超找像安尼的囡仔。虽然咱感觉遮尔济只吼，咱有遮济囡仔，咱有遮济需要，安尼咱会当做啥物吗？咱敢若做安尼，真正会当带来改变吗？上帝甲咱讲，你爱去服侍因。一届一个人嘛不要紧，上帝咧超找迄个在意囡仔、在意咱身边的人，并且是愿意一届服侍一个人。安尼的人，伫上帝伊的眼中，伊嘛是一个真特别的人。所以，比尔牧师伊有一句话讲着：总爱有一个人，伊看到即个世代讲，若咱无做啥物。安尼，阁有人会做呢，所以伊就即句话就是讲，若无人做，阁有啥物人会做？无我去做好啊。所以，咱敢愿意诚做迄个人？我相信，当咱讲我愿意的时阵，就会有人会活命，因为咱小小的一个行动带来改变，并且是咱有一个，加有一个人。伊来到上帝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个人会当做这个代志的人，就是你，就是我。所以即马嘛是一个工商服务时间，所以咧，伫咱今年的夏令营当中，咱的主题叫做布雷夫传说，咱要讲着勇敢这个主题。咱今年因为即马是咱教会咧有比即个南部教区儿童事工的部分，所以咱即个营会伊毋仅是为着咱教会家己的囡仔咧举办的，伊阁是为着咱南部教区、咱信教会南部教区的教会来办的一个营会，因为咱的教区当中嘛有一寡是资源有较欠缺的教会。因可能无法度家己办家己的营会，所以咱毋茫伫即个营会当中，嘛会当去斗相共着咱其他教会的儿童事工，会当诚做各教会祝福，嘛会当互咱的囡仔去认捌着别教会的囡仔，所以伫即个营会当中，进前咱的周报嘛是有写着咱的欠啥物，甲有人知影咱的欠啥物。咱咧欠当工即马迄个报告事项是放到第6面遐的顶面遐因为
即礼拜消息报告伤济，所以家己我刷到这边遐。所以，阮即马咧欠动工吼，所以伫即个时阵嘛是邀请大家会当做伙参与伫陪伴囡仔、甲囡仔带到上帝来的即个行列当中。嘛，因为今年吼，咱的疫情已经有较好势一寡，所以期待我的信心可能较小，我是期待至少有50位的囡仔吼，因为进前拢无到50位，所以我期待今年至少会当有50位，也是搁较侪的囡仔会当参加。所以相对的，咱着爱有搁较侪动工，但是咱即摆的动工，阮即摆动工差不多10位也无够，所以咧嘛需要搁较侪动工来参与伫即个营会内面。吼，当然，阮平常时的主理二嘛真需要动工啦，吼，毋领是即个营会。但今仔日要特别就是来邀请营会动工，所以互咱伫教区当中，吼有一寡嘛是有一寡因敢若会当带囡仔来尔，伊可能无法度有老师也是队辅来参与，所以咱嘛需要有会当实际去到现场的动工。但是你若是讲啊，我是真正吼。无法度去到现场嘛，无要紧，因为看到咱今年吼特别有设一个叫做祈祷组，因为阮知影祈祷真正是足重要的。吼，伫旧年阮咧参加青少年咧邀请营会的时阵，阮用足侪时间咧祈祷啊，即个囡仔哦，就想要邀请伊，迄阵我甲少爷传道着一直为遮个囡仔祈祷，结果上帝最后感动迄个囡仔报名，所以阮真正经历着祈祷，真正是大有能力的。有时咱可能喙甲全泡一直甲伊邀请，但是咧，当伊心内无感动的时阵，伊可能无去。但是咱嘛是祈祷上帝伊的讲伊的信心来感动遮个囡仔，所以祈祷组吼，就是真正嘛是足需要。所以你若是讲安尼，我要诚做祈祷组的人，你无要去现场嘛，无要紧。我会当，就是咱你若甲我报名，阮煞来就是会甲遮个祈祷的事项，要祈祷啥物代志，就会当传互你，就互兄弟姊妹会当伫厝内会当做伙参与伫即个当中，即个服侍当中，所以你嘛会当邀请你熟悉的囡仔、国小的囡仔做伙来参加遮个营会。所以最后的最后，咱要用祈祷来守望遮个囡仔。过去咱可能拢会惊讲啊，咱的囡仔敢会输伫起跑点，但是搁较重要是咱最后会当赢在终点。即个终点嘛，就是咱一生会当行伫上帝的心意内面，咱最后拢伫上帝的家内面、永恒的家内面相拄着。好，今仔的分享到遮，咱想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先做伙来祈祷。咱为着家己的活命来祈祷，虽然我无一定讲足济，但是我相信上帝伊嘛会将迄个感动，将迄个呼召放伫咱的心内，互咱会当诚做迄个甲囡仔带到耶稣面前来的人，互咱的活命所活出来，咱对上帝的敬畏是会当互咱身边的囡仔看到，并且互伊看到哇，即个跟对耶稣的人，原来伊的活命是遮好，我嘛想要诚做安尼的人。所以咱为着咱的活命来祈祷，互咱会当诚做即个甲囡仔带到耶稣来面前的人来祈祷，请。主啊，是的，我们谢谢您。主啊，我们知道圣灵，你亲自的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唯有你的感动，唯有神你的能力，能够在我们当中彰显，让我们是带着孩子，带着我们身边的人，这回来遇见你，这回来经历你，愿
你今仔日伫阮当中，带阮来搁较济的回应，你伫阮心内的感动。你路亚主，阮需要你，阮真正需要你，互阮的心，毋仅是听到感动尔，乃是会当做出真实的回应来听这个囡仔。感谢你，咱刷着，咱为着做爸母的来祈祷。咱若是有带过囡仔的，拢知影咧带囡仔的过程当中，有真侪人无法度理解的辛苦。伫即个过程当中，这个爸母搁较需要来经历上帝的大能甲供应，所以咱为着每一个正做爸母的来祈祷，互爸母会当伫伊的生活当中，嘛经历着上帝，嘛真正互上帝大大来使用。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真的看见那个成为父母亲的，在这当中是如何的辛苦，甚至因着孩子时间被绑住，因着孩子每一天都要这样子做，每一天好像都以孩子为中心的绕着转。主啊，有时候会有很多沮丧的时刻，但主，求你亲自也让父母亲真实的在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找到你，来看见你，来经历到上帝你的信实，经历到神你的全能，并且用我们的生命，因着我们认识你，因着我们仰望你，因着我们依靠你，我们看见你怎么样子的来恢复更新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也得着滋润，使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更多的经历神你的大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将所有的父母亲，将所有的爷爷奶奶也都交在你的面前，因为每个人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个极关键的角色。主啊，每一个囡仔拢是你所宝贵的。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将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伊是做阿公阿嬷的，还是做爸母的，拢带到你的面前来。因为阮知影你是阮生命当中掌权的迄位。虽然有时阵咱真想要靠着阮家己，但是阮知影上帝你爱阮专心来投靠你，来顺探你，来行伫你的心意当中，并且互阮的心是较无来，互你的信心来充满，互你的信心来引带阮的家庭，拢会当互阮的家庭，互阮的囡仔，拢行伫你的道当中，搁较深来拄着你。有可能阮的囡仔即马离上帝有一段的路，但是上帝我知影，这个囡仔有缘你看顾因，我相信伫你的内面有望，我相信这个囡仔有一天，伊嘛要转到你的面前来。阮的家庭要继续来经历着你搁活的能力，我要来赢得活命的奖赏。愿你的旨意成全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即马咧，阮特要邀请咱的主里奥的囡仔来献诗。这首诗歌叫做《来欢呼来赞美》，所以就是毋管咱是大人，毋管咱是囡仔，咱拢会当做伙伫上帝的殿中做伙来敬拜。所以好，互因行来头前。搁继续甲伊拍拍邀请，感谢主，咱即马主里奥有较济、足济迄个幼稚园、幼儿园的囡仔吼，所以若其他国小的囡仔嘛会当有搁较济，所以
感谢上帝。搁一个大的拍扑啊！好，手会当手可以放下来了，手放下。好，那我们音乐。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充满地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的欢乐。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我们相聚，爱里敬拜，愿耶稣的爱充满在这里。高举双手，大声宣告，愿神的喜乐成为我力量。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好，感谢遮个囡仔。啊，阮即摆咧小朋友先了食，阮嘛要来送互大家母亲妈妈，就是咱的教会有备的即个母亲节礼物，所以咧要邀请是妈妈，也是已经结婚的，拢会当徛起来。好，啊，请老师来帮因摕。所以等下咧，你若有摕到的，就先摕到礼物的人，伊就坐落来吼。所以咱小朋友要做什么？去发礼物，去分嘿。对，好，好，真好，讲妈妈母亲节快乐。所以咱好，蛋姐就是一个人一袋吼，一个人一袋。好，来，会当下来了。其中所有的欢乐。然后跟他们说母亲。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
配着啊，就坐落来。愿神的喜乐成为我力量。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来欢呼，来赞美，将荣耀都归于他。来欢呼，来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感谢上帝的听堂吼，搁再一届咱拍婆啊来祝福来所有细囝，谢谢。伫上帝的听内底，咱会当过一个欢喜快乐的妈妈节。搁再一届，甲咱身边的妈妈讲妈妈节快乐。哈利路亚，主谢谢你。毋知今日有来新来的兄弟姊妹无？咱会当伫主的听内底吼，咱家己会当。恢复参加这个实体聚会以外，咱也邀请不但是邀请这伫线顶参加聚会兄弟会当搁再倒转来享受伫机体内底真实的听堂，也搁会当望咱会当搁较侪邀请咱这亲戚朋友的细囝，同齐做伙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咱只是要三甲做伙用奉献来敬拜上帝。每一届的奉献，拢是咱对上帝听堂的回应。伊是主堪受一切娱乐甲敬拜，伊是主堪得所有一切尊荣。咱三个起立来吟唱这首的诗歌，用这首的诗歌也诚侪咱的提醒、咱的娱乐、咱的敬拜、咱的奉献。主求你感动，阮虔诚奉献，愿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的，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动。愿虔诚奉献，愿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的，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动，愿虔诚奉献。愿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的，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主求你感动，愿虔诚奉献，愿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见的，享受你慈爱，永远无变。主求你感动，愿虔诚奉献。愿全能的主上帝，因为伊的听堂稳定加怜悯，亲自赏赐救恩的福气，互你甲你的全家拢得到救。
也赏赐互你属天的聪明、智慧、魔力、能力、知识以及敬畏耶和华的灵，互你教导你的儿女，就是用你的活命诚侪教导的模式，互伊跟对你来行伫上帝的道路当中，就是到老伊也无歪错，并且要一生一世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甲上帝三甲同行同徛起。圣神的确要赐恩伫你甲你的家庭，互你的家庭充满上帝的同在能力甲权柄，互你的家诚侪摇花上帝伫地面上的荣光甲见证。愿上赞而乐荣耀归乎主上帝。愿平安、喜乐、恩典以及上帝的慈爱，亲像母亲的疼痛，互母亲的疼也对伫上帝的慈爱内面，诚侪家庭的祝福，对这世代直到见主的日子，得伊的称赞，进入伊永远的福乐。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在彼此请安，上帝祝福大家平安。